现代第一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11章。阿舍的老母阿他尼亚，坐在伊的囝受杀害，就起来消灭犹大王室所有的后代。毋过，约兰王的查某囝阿舍的小妹约示巴，将阿舍的囝约阿斯对遐个受害的王子中偷抱出来，将伊甲伊的年某藏伫圣殿的困房，要互阿他尼亚知，互约阿斯免受杀害。阿他尼亚治理犹大国的时，约阿斯甲伊的年某做伙密伫上主的殿6年久。到第7年，亚大派人调集家里人甲所有护卫兵的官长，带因入上主的圣殿，来到伊遐。伊甲因立约，互因伫上主的殿咒诅，搁互因看王的囝，搁吩咐因讲：恁着安尼做，恁伫安息日值班的时，着1/3固守王宫，1/3固守枢纽门，1/3固守护卫兵院的后门，安尼轮流固守王宫。恁伫安息日无值班的2队人员，着固守上主的殿，保护王。恁逐个人着带军器，伫王的四围保护。若有人强要入来，着互伊死。王无论伫倒位，恁拢着军队保护伊。所有的官长拢照祭司耶和华大的命令去做。逐个官长拢带因的部下，无论安息日有值班还是无值班，拢来祭司耶和华大遐。祭司就将放伫上主殿内大鼻王的枪甲盾牌交互遐个官长。护卫兵手举武器，伫祭坛甲圣殿遐，对殿的南边到北边，徛伫王的四围保护。祭司带约阿斯出来，甲伊抵王冠，将有关王权的钥匙交互伊，甲伊抹油，设立伊做王。因就拍扑仔，喊讲：愿王万岁！阿他尼亚听到护卫兵甲人民的声，就去聚集伫上主圣殿的人民遐，看到王照规例徛伫圣殿入口的条边，官长甲分喇叭的人徛伫王的边仔，国内的人民拢欢喜分喇叭。阿他尼亚就拆裂伊的衫，喊讲：造反啦！造反啦！因为这是耶和华大，毋捌有人伫上主的圣殿互人杀死，就命令管军队的官长讲：甲伊对队伍的中间赶出去，要缀伊的，就互伊死。因闪开双屏，互阿他尼亚过去。伊到进入王宫的马门，就伫遐互人杀死。耶和华大互王以及人民甲上主立约，做上主的子民，搁互王甲人民立约。对安尼，全国的人民拢甲巴力的庙拆毁，拍碎祭坛甲偶像，搁伫坛前拍死巴力的祭司马坦。耶和华大派官员固守上主的圣殿，伊甲官长、家里人、护卫兵以及全国人民，请王对上主的圣殿落来，对护卫兵院的门进入王宫。约阿斯就坐王位，全国人民拢欢喜快乐，全城拢平静。
阿他二仔已经伫王宫互人刣死。约阿斯坐王的时才7岁，